台南善华庆安宫送予国小入学的新生一个文开的百宝袋啊，要祝福学生囡仔求学平顺。 台南善化庆安宫为着要送予善化区每一间国小1年有一个好的开始，庙方准备台湾孔子新公文文开百宝袋，内底有智慧笔、乖乖笑、甜蜜糖、好的卡、好茶包，互囡仔伫咧读册过程平安顺遂。我们有一个甜蜜糖啊，咱大家来遮上课吼，互咱大家会当总欢喜。总干事魏素丁讲，因为庆安宫内底有学习台湾孔子新公文，已经少年30年，会伫1年开学的头一天送百宝袋互囡仔。即摆除了善化区国小以外，今年佫增加到新市区的大社国小。已经差不多有10年了，哈。 拢有上这个咱沈光文老师的文开百宝袋。庆安宫讲送百宝袋互囡仔，就是希望大家会当平安交读册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